台湾中视中青总会12号来到台南召开理干事大会，来自全国各县市中视中青，以团圆的心境，万分欢喜，互相联络感情。你为什么会选定来到台南举办理干事会？台湾中视中青总会理事长钟启雄表示：“我们总会就是全台湾省目前有9个分会哦，因为台南这么久来一直都没有一个分会的哦。”所以，我们今天特别来拜托我们那个台南的中青啊，能够来把我们台南这个会弄成功哦。所以我们选择今天的开理监事会，全国理监事会来到我们台南这里开，那我们觉得很高兴，因为台南这边的乡亲呢，而且中青呢，大家都很热情哦，很有意愿哦，还有我们的主任委员张慧芳他是很乐意来当这个理事长，我是很高兴。在全台湾呢，台南这个张氏中青总会啊，听说筹备了非常多年，一直都没有办法成立。在今年呢，我们终于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呢，我们打算在7月成立我们大台南张氏中青总会。那大家都非常期待，今天也很高兴呢，来自全台湾呢所有的张氏中青会以及张廖简中青会一起来这里呢，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和拜会，也鼓励，实际上是鼓励我们，然后希望我们在这个筹备的会议里面能够更顺利，所以大家期待我们台湾在台南就有了张氏中青会总会的成立。台南市中视中青总会筹备主委钟惠芳表示，台南中视中青会有计在7月召开成立大会，届时会邀请台南市长黄伟哲、前监察院长张博雅以及真侪政商各界优秀的中家人共享盛举，也欢迎台南市中视的朋友做伙加入中视中青会这个大家庭。台湾张氏中青总会，台南新闻焦硕维采访报道。